位於油塘嘅蔚藍東岸係 Inti Design 比較早期已經介紹嘅新樓室內設計。呢個單位係5座 B 室，一個實用面積係512平方尺嘅兩房單位。我覺得最搶到 focus 就係由玄關至露台一大幅好大 pattern 嘅牆畫，而前面嘅家私組合中間係以純白色為主，間出一片留白嘅空間感，再加上深淺分明嘅雲石，呢個配搭設計帶嚟視覺上唔少嘅衝擊。今次我哋係想以流動做主題，除咗顏色，我哋用咗比較輕身嘅胭脂色，喺天花、家私我哋都加入曲線，就連吊燈我哋都揾咗好似樹葉喺水面浮動感覺嘅款式。梳化後面就係2間房嘅位置啦，比較近洗手間嗰間就係小朋友房，因為 L 型窗，所以做咗一邊係上床下櫃，再喺靠窗位置做書台都唔會覺得好暗好壓迫。仲有當然要襯翻流動呢一個主題，所以揾咗大鯨魚喺大海游水嘅牆畫做翻呼應。主人房雖然係素色為主，但當中我哋喺床頭嘅位置做咗唔同密度嘅線條，代替平時嘅牆畫。今次嘅新樓室內設計案例會唔會改變大家對大 pattern 牆畫嘅感覺？可以留言同大家分享下你哋嘅睇法。